香港嘅朋友，你哋玩樓最怕咩呢？買房要等幾年，又怕貨不對版。過嚟中山港口睇下環牆疊翠啦，我哋係現樓，所見即所得。你知啦，香港住慣咗，最怕間屋細，港口好少有我哋145方噶啦。咁大間戶型，呢度間間都開落，慢慢嘆世界。交通仲方便到你唔信，外邊就係香港直通巴士站，呢度係入中山嘅第一站，返香港就係最尾站，去中山北站都係10分鐘車程。未來深港高鐵一通，坐高鐵遊遍全國，或者經深圳返香港，快過你出旺角啊！最緊要係我哋呢度好多香港人買樓，大家都係鄰居，證明我哋呢度嘅優勢係大家用腳投咗票嘅。而家中山仲係投資嘅黃金機會，未來升值空間巨大，想住得舒服，交通方便，又有港人社區，環牆疊翠，你值得擁有。